仔过来，这件是宜兰有幼稚园的囡仔车娃娃车，互客运车弄一个冰车。车祸的地点就伫咧朱航三路甲雪峰路的路口。车顶所在的，拢只是3岁到5岁小朋友。小朋友是着青囝妈妈好。囡仔加上老师，总共有13个人紧急送病院。家长接到消息，心肝火到，话要紧张时，好你家在拢是轻伤，无生命危险。下晝8點外，幼稚園的車伫咧田路邊發生車禍意外，規台冰車。消防隊趕到現場，因為真濟囡仔受傷，大家攏慌驚甲伊佇咧罵罵好。消防人員嘛緊來甲因呼呼秀秀咧。我聽到砰一聲，轉過頭看。我說已經在轉彎了。代志就發生伫咧今仔日透早8點外，宜蘭縣宜蘭市朱航三路到雪峰路的交叉路口。當時41歲姓尤的客運車駕駛駛車要載囡仔去上課，駛到一半，煞輕去弄到頭前幼稚園的車，車頂13個人，其中11個囡仔，還有一個老師，攏送去病院治療。客運車駕駛的囡仔嘛着傷，攏總13個人受到輕傷。無到5歲囡仔手牽手，有消防隊佮落水陪伴，就會去病院互醫生看。不過家長聽到車禍意外，攏驚甲趕到病院。電話就說娃娃車跟計程車追撞。那你在上班嗎？對，我在上班，趕快請假過來。加在這個囡仔攏敢若着輕傷，不離個坐囡仔車去上課，所發生車禍意外，嘛互囡仔心內攏着切驚。嗨，我是莊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？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，並且開啟小鈴鐺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聞吧。